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，遐日子末，老人含乐过世，恁遮个属灵的人，着用温和的心甲伊救正。恁家己嘛着小心，才免受引诱。着分担重担，安尼做才是在实现基督的律法。家己无熬，想讲真熬，是在欺骗家己。逐个人着省察家己的行为，若有好行为，伊简单通对家己夸口，毋免甲别人比较。因为逐个人着担家己的担。学习道理的人，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，毋通骗家己。上帝是袂用得武万的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会修成灭亡；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活命。做好事毋通想先，若无灰心，时到就通修成。所以，无论什么时阵，着把握机会对众人做好事，特别是对信仰诚做一家的人。恁看，我亲笔用遮尔大的字写互恁，遐个注重外表体面的人，想要强迫恁接受割礼，因安尼做，干那是无爱为着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。其实，连遐个受割礼的人本身嘛无遵守律法，因逼恁受割礼，才当夸口讲恁有遵守外表的礼仪。我咧，我只有要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通过这个十字架，对我来讲，世界已经钉死伫十字架；对世界来讲，我嘛已经钉死。有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咱着诚做新创造的人。照这个准则生活的人，就是上帝的以色列子民。愿平安甲怜悯甲因同在。对呾以后，无论什么人，都拢毋通甲我搅扰，因为耶稣有伫我的身躯嵌印做记号，证明我属伊。遐日子末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阿们。